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每个家庭都有母亲来照顾，让我们的家人都能够蒙恩。我会这样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主，你恩待每个家庭的母亲们，他们在今天都能够得着极大的尊荣，这是你给他们的使命跟呼召，让他们在家庭当中来喂养跟帮助他们的家人。愿你施恩来看顾，让每个母亲能够在今天得到尊荣，得到荣耀。也为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献上祷告，让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我们所进行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项目、每一个程序，都为了来荣耀见证主你的圣名，也纪念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保守他们都十分的平安。他们无论在工作、读书或在任何地方，都保护他们蒙恩，也看顾我们今天早上的所有设备安排行程都十分的顺利。感谢你垂听我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同学们，让我们预备心参加早上的崇拜。宣召，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才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永在的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上帝，你为以色列人按时赐下春雨秋雨的灌溉农作所需，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台湾的梅雨，让我们定时获得充足的水源，以备夏季民生、农作及工业所需。今天是母亲节，我们大家在你的圣殿之中要庆祝这个节日。我们感谢你借由母亲的爱，让我们领略你那无穷尽的爱与怜悯。
也求神亲自浇灌给那些未能有母亲在旁或未能领受母爱的弟兄姐妹，以你的爱充满他们，得以在平安满足中向你感恩。今天我们将此时间分别为圣，排除事物，专心来到你的圣殿敬拜你，听你的话语，领受你的教导、智慧及祝福，也在此与弟兄姐妹交通，在爱中互相关怀，彼此支持。我们愿意遵从你的旨意而行，在考验中成长，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荣耀你的圣名。这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新灵粮诗选第126首，你是荣耀君王。好，我们一起。请我们依然站立，我们以使徒信经作为我们信仰的告白。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但愿荣耀归于父之圣灵，父之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尽。阿门，阿门。请坐。以下我们用起音的方式一起诵读上帝的话，记载在诗篇23篇第1到第6节。我们可以翻到旧约556页，或看我们的投影片。其中白字由诗会来起，橘色字由会众来印，紫色字由我们大家一起来合。诗篇23篇1到第6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且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愿上帝的话常存在我们的心中。以下是公祷，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同心为以下事项来祷告。天上的父神，我们为澳洲北方的大西洋洲国家巴布亚几内亚纽几内亚祷告。这个国家有95%以上都是基督徒，而土地是台湾的13倍，人口则将近台湾的1半。愿上帝带领，让他们能够成为信仰的大国，成为你福音的精兵。也为台湾卫理公会中部教区太平幸福布道所邱慧杰牧师祷告，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得人牧者同工身心祷告。为世界战乱之地求平安，求主止息在中东、在俄乌战争以及非洲多国的内战的战火和冲突之中，愿和平与平安早日降临。愿主安慰各地因地震或天灾之各地受苦的人民，请主医治他们身心灵的伤痛，早日完成重建，将主的平安与恩惠施于他们。求主帮助我们在信仰中也更加坚定，将那从主而来的喜乐分享给周围的人，让我们在每一天里因着祷告经历主美好的同在。我们在一起用主教导我们的主祷文一同声祷告。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以下我们一同来领受上帝的话我们下面有2节经节，由汪怀瑜弟兄来诵读今天的经课。今天的经课有2处，全部都是在新约。第一处是在使徒行传9章36到43节，在教会圣经140页。第36节，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叫大比大，翻希腊话就是多加，就是领养的意思。她广行善事，多施周济。当时她患病而死，有人把她洗了，停在楼上。吕大原与约帕相近，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就打发2人去见他，央求他说：“快到我们那里去，不要单言。”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到了，便有人领他上楼。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哭，拿多加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里衣外衣给他们看。彼得叫他们都出去，就跪下来祷告，转身对死人说：“大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便坐起来。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地交给他们。这事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此后，彼得在约帕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第2处经课是在新约启示录7章9至17节，在教会圣经277页。第9节，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4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俯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
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的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以上是今天的经课。我们谢谢汪弟兄给我们的读的这段的经节。以下我们要来读经，是路加福音第1章46到55节，在新约的62页，或者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的投影片。路加福音第1章46到55节。玛利亚说：“我信尊主为大，我灵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因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愿主的话在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日常的帮助。我们以下呢，在这个母亲节的时刻，我们的诗班要为我们献诗，要亮我的未来。因为上帝将他的爱浓缩在你的心中，浓缩在你的心
这首歌曲照亮我们的未来，就是上帝摆在我们中间的母亲。好，下面呢，我们要请我们的儿童主日学用他们最嘹亮、最 happy、最单纯的声音来献唱。他要唱的是《爱我们的家》。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每个人珍惜，家就有甜蜜；每个人宽恕，家就有幸福。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我们要请我们当中的妈妈们站起来，好吗？你已经是妈妈的，还有你结婚了啊，我们请我们的当中的姐妹、母亲能够站起来。我们的小朋友会送给你母亲花哈，会送给你他们亲自做的、亲手做的母亲花哈。好，请老师帮忙一下，拿到花了就请坐下来哈，谢谢。拿到花了请坐下来，然后让还没有拿到花的我们的妈妈们可以拿到花哈。好，这个都是我们的小朋友在上个礼拜连日赶工，不能说连夜赶工了啊，连日赶工做出来的哈。那我们拿到了花，我们就请坐下来哈，我们就感谢来领受我们的小朋友们的一个爱心。还有他们的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预备哈，谢谢大家。好，中间还没有啊，中间还没有哈，中间还有很多妈妈还没有拿到，来小心小心。好，好，
每一朵都是小朋友亲手做的手工的花啊，手工的花。我们请大家我们当中的妈妈们我们就这样来接受我们的孩子们的一个爱心还有我们的妈妈们小朋友要看着我们还有一些妈妈还站着我们要等着我们送给他们花之后，他们才能坐下来好，谢谢，好，谢谢我们当中的妈妈们谢谢。哇，好贴心，好，我们当中的妈妈伟大我们为他们来献上这样的感谢，谢谢。好，我们再次来谢谢这些孩子们谢谢他们，谢谢。好，我们现在4楼还在发这个花给大家 ，OK， 要谢谢我们有这么多好的母亲在我们当中。好，以下呢，我们就将时间交给我们的牧师，他为我们证道一位妈妈的祷告。我们将以下时间交给陈牧师。好，弟兄姐妹，今天是母亲节，那我们很感谢上帝虽然外面下着雨我也知道说可能下雨的时候有很多人不方便，但是我们感谢上帝，让我们可以有这个时间来纪念家庭当中的母亲。西方有一句谚语这样说，他说：“因为上帝没有办法照顾到所有的人，所以他把母亲赐给每一个家庭，让妈妈可以照顾每一个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有妈妈能够得到照顾是非常好的那当然有时候妈妈常常是口是心非了我记得小时候这个我的母亲常常会这样她看到老师的时候说：“这跟那个共戏对，这个就是这个要请老师要管教这个孩子，因为有时候妈妈可能自己不敢去动手打，可能就是希望这个老师能够来帮忙帮手一下。但是现在的妈妈们太爱惜自己的孩子了所以不太会去动手去这个对付自己的孩子。好，那但是呢，等一下要给大家看的东西，希望可以勾起大家的一些回忆了希望我们以前如果小时候你曾经有过这些经验的人，那要记得有一句我们的这个台湾的这个谚语叫做什么？打在儿身，痛在娘心好，这个是第一个武器，有看到吗？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妈妈的什么？铁拳，对不对？哇，妈妈打一下，这个每一样武器都非常的厉害好，然后妈妈的心疼指数是什么？心疼自己的手会痛好，还有什么？母亲神掌，啪啪2个锅贴给你好，一样手是会痛的好，还有什么？麻将板尺，有看过吗？有的那个妈妈会打麻将的，对不对？麻将板尺随手就可以来用了好，然后还有什么？看一下扫把，这个应该很多人家里都会有了这个藏于民间，对不对？但是随时都可能会拿来使用的，所以大概有经历过那个时代，妈妈会严厉管理的那个时代的时候，应该就会有经历过还有什么呢？看一下爱的小手。现在的妈妈们应该很多人会有爱的小手了好，这个原本是老师用来那个指挥这个看黑板的好，你看上面还有惊吓指数还有耐用度好，还有什么？各位有没有经历过这个时候？都有经历过吗？还是我们都在这个被妈妈疼爱的那个情况下好，还有什么？这个应该有过吧衣架子有没有？衣架子就有了好，所以什么？妈妈的心疼指数还好，对不对？手不会痛但是惊吓指数这个蛮高的便利性，晒衣服的时候就可以用了。好，还有什么呢？这个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后速供，知道吗？后速供是什么东西，知道吗？有看过那个黄色的水管有没有？那个叫做后速供这个随手拿起来就可以用了好。你看这个妈妈的功力相当厉害好，你看水拿起来，这个水管拿起来就可以用了。还有什么？鸡毛毯子，哇，这个应该很多人都有经历过鸡毛毯子，对不对？这个应该常常有，妈妈在整理的时候就刚好可以用了
藏于民间，真是太厉害了。还有什么？这个应该就有了吧？很多人都是吃过这个东西的啊。这个叫藤条，有没有啊？这个惊吓指数相当高，对不对？耐用度也很好，对不对？方便携带，妈妈心疼对不对？这个有时候妈妈们都是家里常备的这个武器哈。好，这个更厉害了有没有？这个拖鞋有没有？惊吓指数还好，好像穿着手上没什么这个害怕的。耐用度还蛮好的携带方便，水饺就有了好，还有什么？有没有尝过那个皮带？有没有？哇，那各位你们的妈妈真好皮带也是一个常备武器常常会有的。好，这个应该很少人用过了，对不对？热熔胶条有没有？有看过那种热熔胶的条吗？有时候小朋友在不乖的时候就拿起来用了好，所以我们在小时候可能都曾经经历过那种受妈妈的武器威胁之下你要怎么样去生存，对不对？好，所以这个也是笑话而已了有没有？在我们那个年代，不仅体能要好，而且要从小就知道敌不动我不动的原则。有看过这个场景吗？有没有？老妈把那个藤条放在后面，对不对？小朋友眼睛要看着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叫做有爱的时代，所以都是爱的教育所以我们很少尝过这些，可能很多现在的孩子很少尝过这些武器了但是请记得其实圣经里面有提到说可以体罚千万不要觉得不能体罚你的孩子。当然体罚要有个限度因为圣经里面在箴言里面说什么？他说要用杖责打你的孩子，免得他死亡所以其实我们的管教的目的是防止他，让他不至于去到一个不对或是不好的地方的时候受到伤害。所以妈妈的爱有时候需要很严厉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是危险的，什么是不应该去碰的，什么是应该要谨慎跟小心的。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孩子们的申诉管道多了，所以各位知道，其实现在新闻里面常常会听到什么，动不动就有孩子们会申诉说爸爸妈妈打我，老师打我，或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因为太爱了，以至于我们忘记，其实管教也是爱的一个方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去看到妈妈的这样的一个付出跟这样的一个努力。虽然也许不一定有人常常说这个叫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当然妈妈有时候也会脾气一上来就会开始动手了，但是总是妈妈希望孩子们是好的。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去体贴跟体会妈妈的动机。有时候可能妈妈的一些的严厉会伤害到我们的心，包括爸爸也是但是请记得，爸爸妈妈从来没有不好的一个意愿，希望你受伤害，或者是希望你这个有任何的这个问题，他们希望你是变好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心中可能免不了，有时候会有一些对长辈的一些的怨恨。跟大家讲一个实际上的情况事实上我自己也有曾经小时候也曾经有过这种时候，会对妈妈有一些的怨恨甚至有时候会跟心里面会盘算着说，妈妈这个等我哪一天长大了，我就要怎么样对付你。好，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去体贴妈妈的感受，因为妈妈总是希望孩子们好的。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去感受别人的感受。当我们这个台湾话有句话讲叫什么？手抱孩子，才知爸母时。当你成为自己成为妈妈爸爸的时候，你才能够去体会爸爸妈妈的那个难处。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体会我们自己父母亲的那样的一个心。愿上帝的带领。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位伟大的母亲。那这位母亲虽然是伟大，但是她在她的时代里面，有可能她会经历到一些被人瞧不起，或是被人轻视，或甚至是受到一些人的鄙视，或甚至是可能被别人这个弃绝的这样的人。这个人但是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母亲节这个要先跟大家先做一点说明。对不起，要先跟大家说明，母亲节每次过母亲节一定要先记得一下这个人。这个人叫做安娜贾维斯，他是现在我们所过的这个5月第2个礼拜的母亲节的创办人所以很多人不晓得说这个母亲节到底是怎么来的那当然很多人会去搜寻，现在有 Google 很方便去搜寻。好，那1907年正式的在礼拜堂里面开始过这个母亲节，就是这个安娜贾维斯她的一个建议因为她的前一年她的母亲过世，然后她想念她的母亲，然后她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希望在教堂里面能够来发起纪念妈妈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所以1907年开始才正式有这个在教堂里面纪念母亲节，但是一直到就是比较晚的时候，大概经过了10几20年之后，美国才正式定了法案，在这个每个5月的第2个礼拜是这个母亲节所以请大家能够去了解说，其实以前妈妈也都是一样，都是暗中在付出，但是没有人纪念的。那这个安娜贾维斯，她纪念她的母亲，希望把它变成是一个全国性的活动所以现在才会有我们现在过的这个母亲节。好，那昨天我们的这个神学生我们的淑妍传道说6月是这个父亲节了当然另外有一个人他是为了纪念他的父亲，所以那个叫国际的父亲节。所以5月是纪念妈妈的，6月是纪念爸爸的，但是台湾是8月8号才纪念爸爸所以这个让大家能够知道一下。那我们的孩子们刚提到我们的主日学的小朋友，他们在上个礼拜白天赶紧加工，能够来做这个母亲花，能送给我们当中的这些的我们的妈妈们他们也有心这样做，那老师们也相当的这个协助他们能够做这个事情。那其中有一位姐妹，她就有参与当中，她就有提到这个事情。她说以前早期教会里面我们在比较早期教会里面都会有康乃馨，会别在这个每一个人的身上那这也是这个安娜贾维斯的一个想法了她说别红色的花代表妈妈是在的，别白色的花就是妈妈已经不在了。好，所以我刚刚讲说这个前几天有一位姐妹，她就这样，她说因为她的妈妈比较早过世，比较早离世，所以她说当她别上白色的花的时候，她说心里面其实是很难过的，是很痛的。所以她说看到别人有红花，然后自己是别白花的时候，心里面是很难受的。但是她说看到孩子们去做这个母亲花，要送给每一个妈妈的时候，她说她心里面得到安慰。她说我也可以拿这个母亲花来纪念我的妈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那现在的时代已经不一样了以前是为了辨识说妈妈在不在，但是现在我们随时都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想念跟纪念来纪念我们的母亲们。好，那让大家猜一下这个猜谜一下各位知道华人的母亲花是什么花知道吗？金针花，对，大家非常厉害，都知道所以华人的母亲花叫做这个金针花了所以各位如果有机会到山上去，或者是台东那边好像有一个金针花的山嘛，对不对所以金针花是纪念这个华人的母亲。好，但是台湾的母亲花各位知道是什么花知道吗？这个就要有点技巧了台湾也有母亲花，谁？没钱花我也希望这个提出诉求好，各位帮大家揭晓一下，台湾的母亲花就是鲁冰花，鲁冰花就是台湾的母亲花所以让大家能够知道一下。所以如果你要这个纪念自己的妈妈，或是要送妈妈花的话可以这个金针花也可以，母亲花
那个鲁冰花哈，或者是康乃馨都好，都是很好的花哈，上帝来帮助。好，但是各位刚刚有提到，先铺了梗，有一位妈妈，她在她的时代里面，其实她受到很多的一些的这个压力啊。好，这个未婚妈妈，一个单亲的妈妈，她其实是一个有压力的。好，这个时候她的先生还没有娶她哦，这个先生还没有娶她。各位，你可以想象，在2000年前那个很保守的时代里面，已经订了婚，但是先生还没娶的时候，这个妈妈已经怀孕了。如果各位是在华人的社会里面的话，应该听过早期应该听过有什么叫做浸猪笼啊，或者是丢到河里面啊，或者是可能就是会被石头打死，类似像这样。其实犹太人他们也是这样。如果今天这个约瑟不够勇敢的话，可能真的玛利亚就会被石头打死了啊。所以各位要知道说，其实这个妈妈是活在一个环境上不利于她的一个环境里面。好，所以这个未婚妈妈，这个在还没有结婚就已经生孩子的，这个怀孕的这个妈妈，这个未婚妈妈，她居然能够在祷告当中，她说什么？她说：“我心尊主为大。”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看福音书的时候，其实约瑟那个时候他也不能够接受这个事情。今天我要娶的太太，居然已经先怀了别人的孩子了，所以你可以想见说，那个时候的约瑟还没有被梦中被提醒的时候，他其实是想要把他暗暗的休掉了。所以这个妈妈是在一个不利于她的一个环境里，但是她又不能够说，一个有苦不能说的妈妈。一个有苦说不出来的妈妈，我是受圣灵感孕的，我愿意尊主为大，但是那个背后的一个压力，居然是我可能要被别人骂，受别人的羞辱，甚至可能会去被因着别人不理解，以至于我可能要受很多的处罚，或甚至面临死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时的这个妈妈，她的祷告是：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我的上主为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妈妈是一个勇敢的妈妈，当然也需要配一个勇敢的爸爸。我刚刚提到约瑟，如果他没有出来愿意维护的话，其实玛利亚的处境是很危急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上帝是听祷告的上帝，所以这个妈妈她的祷告，上帝听见了；这个妈妈的祷告，上帝听见了。他为这个孩子预备的，也是为上帝为他的儿子所预备的。这一位母亲是一个勇敢的妈妈，她愿意为了主的缘故，愿意为上帝的缘故，她愿意能够牺牲自己。各位知道，在历史上我们有好几位有名的母亲被记载在历史上的啊。各位知道，在旧约里面就有一位，她的祷告词也放在这个圣经里面。各位知道是谁？知道吗？好，旧约里面有一个妈妈，很伟大的妈妈，叫做哈拿。好，她的孩子是谁？知道吗？撒母耳。好，所以这个撒母耳，像这个哈拿在祷告当中，她希望能够有这个孩子，因为她的先生的这个大太太有孩子，她没有，所以她跟上帝祷告祈求。后来连祭司都觉得这个一定是不正经的女人，但是这个妈妈她仍然坚持在上帝面前的祷告，所以后来这个哈拿的祷告也记录在圣经的里面。好，那新约当然我们就知道是玛利亚，她也曾经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会祷告的一个妈妈，她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刚提到了一个不利于她的环境，但是她仍然信靠上帝，他说：“我心尊主为大。”好，历史上还有几位妈妈，她们也是用祷告来为他们的孩子们祝福，以至于他们的孩子们都曾经改变过这个世界。好，各位知道，在中世纪里面有一个妈妈也是很伟大，她的祷告也曾经记录在历史里面，让大家猜一下。那个太近期了，当然后面是有的，再更早期一点，知道是谁吗？好，这个妈妈很伟大，她生的这个孩子叫做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的妈妈是谁？知道吗？莫妮卡，她叫莫妮卡啊。好，她是为她的孩子祷告20年，她的孩子才生命改变信主。所以你要知道一个事情，是一个妈妈为孩子的祷告20年的时间，跪在上帝面前祷告20年，她的孩子才认识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放弃啊！也许你为你的孩子祷告很久，但是这个妈妈她为她的孩子祷告20年的时间，这个孩子生命才改变。好，刚刚也提到另外一个妈妈哈，这个就是我们的比较近期的我们的这个会主卫斯理的妈妈。好，知道卫斯理的妈妈叫什么名字？知道吗？苏珊娜。苏珊娜哈，苏珊娜是那个卫斯理的妈妈。好，那她曾经这样说，她说：“我如果所有的孩子都愿意这个服侍主的话，我愿意全然的奉献我所有的孩子。”啊，她没有说她要留任何一个孩子陪在她的身边，她说：“我愿意我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去服侍上帝。”好。所以各位有一个小小的博物馆，曾经有把这几位妈妈，还有包括他们的祷词，都放在那个展览室里面。好，但是最后一位伟大的妈妈，各位知道是谁？知道吗？在那个小小的博物馆里面，有这些人的照片或是图画。到最后一张的时候，有一面大的镜子，有一面大的镜子。你知道上面写什么吗？这一位妈妈就是你，这位妈妈就是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然我知道现在有很多弟兄也带母职了啊，有很多母亲也带父职。好，不论我们是带父职或带母职，要记得最后一个伟大的妈妈就是你自己。你要为你的孩子经常的祷告，经常为他来祷告。好，所以父母亲的祷告是儿女将来的财宝。以赛亚书54章13节说：“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就必大享平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忘记，虽然刚刚提到说我们母亲都是有爱的，但是千万不要忘记需要去教训跟管教我们的孩子，免得他离开了真道。现在的人不太喜欢被管教，现在人不太喜欢被指导，现在人不太喜欢被这个爸爸妈妈来管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应该是教会里面的一个传统，我们需要坚持这样的一个教导，在这个世代的里面，因为这个世代里面太多的放纵，以至于人们不太学习怎么样去尊重跟敬畏。我们圣经里面常常提到一个事情，叫做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要懂得怕的时候，你要懂得敬畏，懂得怕，你才会懂得什么叫做智慧。好，所以当然，每一个父母亲不一定都是刚提到的，没有那个叫做爸爸妈妈都完全没有错的啊。但是在基督里，不论我们的孩子是否忠实，我们都仍然可以做一个忠实的父母亲。我们需要教导我们的孩子，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在生活当中能够成为一个忠实良善的人。不一定他们都真的会做得到，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好的榜样。跟大家讲一个几个实际的案例了哈。各位知道我们隔壁有一间这个运动的地方，知道吗？那个 YMCA 对不对？好，各位知道，其实我有时候出去外面，如果去买东西的时候，有时候会从我们旁边这个跟那个姜母鸭中间有一条道路出来，对不对？然后好几次都会吓到，知道吗？那个吓到是什么？很多爸爸妈妈在骑车的时候，把孩子载在前面，对不对？然后他们的方向是什么？往这个三多路的方向。各位知道那个叫逆向，知道吗？然后我们骑车出去的时候要很小心，因为不晓得什么时候会不会冲出车子出来。但是你要知道，这些爸爸妈妈们，他们都载着孩子往前冲哦。听得懂我的意思吗？载着孩子往前冲，然后一直告诉他们说：“哎，这个方便，这样可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导我们的孩子一些什么呢？我们可能常常会教导我们的孩子什么？你为了方便，你可以做一些事情；你为了你的便利，你可以做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忘记去告诉他，你需要去尊重别人，你需要去知道
规则规矩，每一个人都需要遵守的。每次我要出去的时候，其实当然因为小路就在隔壁，所以其实很方便，如果一转就可以过去。但是我每次出去一定要绕一个大圈出去，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有可能有孩子们会看到。千万不要以为没有啊！以前我在嘉东的时候，在东港的时候，我们在东港这个牧会的时候，有一次我跟师母走在路上啊，然后对面街的对面就有一群孩子跟我招手说：“哎，牧师好。”我那时候深深的吸了一口气，我说：“还好我没有闯红灯呢。”啊，因为我本来是想说要过去了啊。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的孩子们看到你的情况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呢？但是我确实有做过一件真的是不对的事情啊！我曾经在那个嘉东的时候，曾经到学校里面去。各位知道，有时候那个乡下的学校会需要有一些那个外面的心辅老师或是辅导老师会去帮忙。好，那我有一次在那个学生当中，我就跟孩子们讲说：小朋友们，你们骑脚踏车出去也要戴安全帽哦，哈，这个要带着护膝，这样才会安全哦。那一天上完课回去的时候，我就没有戴着安全帽。然后就骑车出去了，好，结果呢，不晓得是谁帮我拍到了，拍到我的车牌，拍到我的这个没有戴安全帽的情况，然后就送到哪里去？送到总会去了。那张照片送到总会去，然后总会的同工打电话给我，他说：“牧师，你怎么会有一张照片是违规的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其实我们常常以为没有人看见，其实常常就是有人会看见的。虽然也许我们不一定很好、很完美，但是我们仍然要将对的事情交代给我们的孩子们。好，所以也要先放手，把孩子交给上帝，才能够放心的感谢他对我们的带领跟保守。有一个妈妈，我觉得她也很伟大哈。有一次我们在读书会的时候，我很感动她的见证。他说他小时候，他很放心的、很大胆的让他的孩子可以出去外面啊，包括让他很独立的去走路回家，或是帮他独立的去那个就是做一些的事情。他说有一次他的女儿出去的时候忘记回家的路，然后他还去这个路边找了人，然后把他带回家。然后有人听到这个见证的时候，心里很这个担心，说哇，现在如果这个时代里面，恐怕就不行了，很多危险，很多小朋友可能会被拐走。但是这个妈妈，我很佩服她，她在她的年代里面，她说我很放心的把她交在上帝的手中。当然，我们不是说一定这样就是比较好，不是，因为这个时代当然比较危险，我们需要去谨慎跟小心。但是这个妈妈她很勇敢的，她说我每一天我都为我的孩子祷告，我相信上帝会保护跟保守我的孩子。当然，这个妈妈后来她有自己反省，她说我那时候怎么那么大胆居然把我的孩子这样来做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爸爸妈妈的心总是放不下，但是我们需要学习交托，就是把我们的孩子们交在上帝的手中。我们相信上帝必然带领他们走那个好的道路。我曾经跟很多弟兄姐妹讲说，我们父母亲很喜欢当孩子的上帝，知道吗？知道什么叫当孩子的上帝？知道吗？帮他决定他的未来。帮他决定他未来要走什么路，帮他决定未来要念到什么学校，帮他决定未来他要做些什么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当孩子的上帝，而没有把我们的孩子们交在上帝的手中。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每一天为孩子祷告，然后就放心的交在上帝的手中。不见得我们可以24小时守在孩子的身边，但是我们相信上帝必然保护跟保守我们的孩子，特别是要让孩子们也能够认识上帝，他就知道上帝与他同在。当他即使行路可能歪曲了，他仍然有提醒在他的身上。好，所以我们需要为我们的下一代常常祷告。刚刚我们的孩子们在上面献诗跟唱诗，为我们的妈妈们来送这个母亲花。那我们身为父母亲的，我们也需要为我们的下一代常常祷告。所以
这个给大家一个好的建议哈，每一天你可以为你的孩子祷告什么？第一个，为你的孩子健康长大祷告，每一天为他能够身体健康，为他能够有很好的这个身形身材，为他能够健康的成长来感谢上帝。那第二个，为他能够有智慧增长来祷告。智慧不是只有叫做会读书啊，各位千万不要误会，智慧不是只有会读书，智慧是什么？知道怎么做，知道怎么去思考。有一个刘清乾牧师哈，他曾经这样说，他说，智慧不是只有 know how， 而是知道 know think。你要知道怎么去做，而且你要知道怎么去思考。所以智慧增长不是只有会念书，而是你要能够会思考，而且知道怎么去做。那第三个叫做与人和睦，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们祷告，他能够有好的人际关系。每一天我跟师母在晚上祷告的时候，我也是为师母祷告，希望她能够时刻都有好的人际关系，跟人的相处。我们也需要为我们的孩子们祷告，让他们能够与人有和睦的关系。各位知道有一个宗派哈，这个宗派叫做门诺会，知道吗？好，门诺会他们是他们的这个神学中心就是叫做要做一个和平的人。他们的中心这个神学，我们是叫做圣洁，对不对？他们说基督徒应该做一个和平的人。那个经文在什么地方？在耶稣讲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好，所以门诺会的会友，他们送孩子到学校去的时候，不是告诉他说你今天要考100分哦，不是说你今天要要学什么样的东西，不是，他会告诉孩子说什么？你今天去学校要跟老师，要跟你的同学要好好的和好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学习让孩子们与人和睦，这是一个需要学习的。第四个叫做合神的心意，我们要为孩子祷告，让他能够合神心意，能够走在对的路上，能够走在上帝心意的里面。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每一天为我们的孩子有这4样的祷告。好，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哈。当然我没有把全部的内容全部说出来，但是各位可以知道，这个妈妈她的祷告，她除了为她的孩子祷告，她也为她自己能够顺服上帝的旨意来祷告。所以祷告是我们可以教导孩子们的一个很好的工具，也让我们可以透过祷告，让孩子们学习与上帝的连结。好，所以第一个我们要透过今天的经文告诉孩子们的第一个就是教导孩子们透过祷告认识上帝跟认识自己。好，所以申命记6章7节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都要记在你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上帝帮助我们，不是只有我们学习上帝的话，我们也要殷勤，这里说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所以透过祷告让孩子们能够认识上帝，也认识自己。好，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爱邻舍，所以千万不要失去那样的权柄。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权柄去带领跟教训我们的孩子，孩子是我们最亲近的邻舍，记得要常常提醒他，耳提面命的来提醒。好，另外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就是做爸爸妈妈的人千万不要去在孩子面前去批评对方，去批评你的配偶，批评你的先生或批评你的太太，不要毁谤，不要讲另一方的闲话，要协助孩子们用合乎圣经的方式来思考行事为人。爸爸妈妈可能有时候意见不太一样，但是不是用这样去批评对方，只是让孩子们知道做事的方法可以有好多种。我上次看到一个影片，也让我觉得很扎心，就是有一个父亲为他的孩子去做辩护，因为他的孩子在学校里面选择题只有 A、B、C、D， 然后他的孩子觉得好像不是只有 A、B、C、D， 所以他多写了一个 E， 就是他的答案。好，那这个出题的老师、考试的老师就相当不满意，他说：“我只有给 A、B、C、D， 你应该从这 A、B、C、D 里面选这些的内容。”但是这个父亲很勇敢，他跟老师说什么？他说：“老师，请问这些孩子们出去之后，他的选项只有 A、B、C、D 吗？恐怕他还有 E、F、G、H， 甚至一直到 X、Y、Z 都有可能的。
为什么我们要限制孩子们只能够 A、B、C、D 去选呢？这个影片让我看到一个很好的事情，就是很多孩子们其实有很多发展的空间，但是被限制了。其实我们需要让孩子们也可以有一些新的想法，就是他的答案也许可以有很多 E、F、G、H， 甚至这个以上。上帝帮助我们，让他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更多的知道有不同的方式是可以去思考的。好，第二个，用祷告教导孩子们认罪悔改跟接受饶恕。我们需要去饶恕人，但是也要学习被饶恕啊。我们要学习请求他人的原谅，也要学习被冒犯的时候能够去原谅对方。所以家庭是一个最好可以学习的地方。很多父母亲不太喜欢在孩子面前去认错，因为通常都认为好像自己是孩子们的导师，是老师，好像都不能有错的。其实我们需要学习，即使是错了，我也仍然愿意在孩子面前承认错误，让孩子知道犯错认错是正常的，是对的事情。所以学习让孩子们在祷告当中学习认罪悔改，学习接受饶恕。所以我们不晓得孩子们会不会活在过去不当行为的阴影中了。很多的人在现在我们的生活都是因着过去的一些的情况，不管是正面或负面的，我们都会受影响。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尽量多除去那些负面的不好的，能够留下正面跟好的在孩子们的心中。所以在孩子面前谦卑，代表我们衷心的承认自己的罪，也寻求他们的原谅。所以学习让孩子们知道，当做错的时候能够说对不起是一件正常的事情。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说，我们能够在人面前说对不起，才会在上帝面前认罪。如果一个不会认罪、从来不认罪的人，他一定也不会在人面前认错。所以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希望孩子们学习去做一个诚实的人，会认错的人。那么我们要教导他在上帝面前也要能够认罪悔改。好，第三个，教导孩子透过祷告学习敬虔爱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自己不祷告不读经，但是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祷告读经是一件困难的事。所以箴言19章18节说，管教你的儿子，他就有指望，但不可存心毁坏他。好，所以要记得说，如果我们不管教孩子们的时候，就是谁会管教他，知道吗？这个社会跟这个世界会管教他。所以管教是为了不要毁坏他，不是要毁坏我们的孩子，是让他能够走在对的路上。好，所以如果希望能够福音事工兴旺，要鼓励弟兄姐妹在家庭当中，让我们能够在家庭当中就学习过敬虔的生活。马太福音5章16节说，你们的光也要照在人前，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爸爸妈妈是最容易在行为上被孩子看见的，所以要让孩子们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跟大家讲一个但不是很好的例子了。曾经有孩子跟我投诉，他说，牧师你知道吗，我的爸爸妈妈在家里跟在教会里不一样。我不知道我该是要教他怎么样去告诉他了。但是其实心里面很挣扎，因为成人的世界是很复杂的，但是有时候孩子们看到的是，爸爸妈妈那个就是比较负面的那一面。上帝帮助我们，刚刚提到了，就是即使我们可能有做错事情的时候，仍然要在爸爸妈妈面前要认罪悔改。不是在孩子面前要这个反省认错。好，这个是英国的一个格言，他说没有无私的自我牺牲的母爱的帮助，孩子们的心灵是一片的荒漠。所以各位母亲，你们相当的重要，因为你们的爱跟牺牲，才会让孩子们的心中是绿洲，而不是沙漠。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孩子们真的能够在心灵里面有一片的绿洲，那个是妈妈的爱的地方，让他们知道，即使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仍然有妈妈的爱在支持着他们。好，所以圣经里面箴言里面提到31章10节说，才德妇人谁能得着？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所以我们当中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好几颗珍珠哦。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珍珠能够充满在教会里面。我们的孩子们，他们无论在哪里，
都有看到美好的珍珠显在他们的面前。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为我们当中的母亲们来献上祷告，因着他们的牺牲跟自我的这样的一个奉献，以至于让他们的孩子们心中没有荒漠。谢谢你施恩来看顾，让我们的孩子们心中都有那一片绿洲，有妈妈的爱在他们的心里面。愿你恩待，让每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因着有母爱的滋润，以至于他们也能够在爱里面活在爱中，也能够付出跟给予爱。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当中的母亲们今天得着尊荣，在每一天也都被自己的孩子跟自己的先生、被自己的丈夫来称颂跟称赞，就像这个智慧的妇人一样，是一颗有高价的珍珠，美好的珍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当中的母亲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陈牧师带给我们这么好的正道。我们真的是在这个时候再次的思想我们自己的妈妈，还有我们自己当父母时候的状况。但愿上帝赐给我们更多的智慧让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小孩子，也对我们的自己的爸爸妈妈，都能够有更好的相处。谢谢他。好，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回应我们刚刚的所听的正道。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唱《母亲的爱》。总共有4节，我们4节全唱。前2节唱完之后，我们有间奏，然后我们再继续唱第3跟第4节。人生如浮云，一瞬间就消失，留下极微小的痕迹。所夸耀的美景，在无限宇宙中，好像一朵花全凋谢。唯有母亲所流眼泪，在我一生中最可贵。每日为我过膝，每夜为我祈祷，是我痛苦中的安慰。最想在童年，不只是场邪恶，睡在母亲的慈怀中。今日我的母亲离开我到临终，但是我仍然要坚强。唯有母亲所流眼泪，在我一生中最可贵。每日为我过膝，每夜为我祈祷，是我痛苦中的安慰。第3节。母亲的信仰，我永远不忘记，是我软弱时的安慰。当那日主再来领我到天城门，那时要看见我母亲。唯有母亲所流眼
有一天无机会，是父母在今世不为你心忧伤，不要让人放荡犯罪。唯有母亲说流眼泪，在我一生中最可贵。每日为我关心，每夜为我祈祷，是我痛苦中的安慰。请坐。以下我们要开始收奉献。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或你不清楚奉献的意义，就请先保留你的金钱，让奉献袋在你面前经过。我们现在请诗献的同工到台前来。OK， 我们一起为奉献我们来祷告。赏赐丰盛的主，万物都是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奉献给你，尽我们的心思力量奉献我们的金钱，愿教会用于各样事工及宣扬福音，使之用得合宜，使众人得着益处，复兴教会，荣耀你的圣尊名。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向主献成歌》。所曾都是主是你爱，把我所有都属于主，是主托付仆请坐。OK， 请问我们今天有没有什么新朋友的来到我们中间 ？OK， 可能因为我们最近这2天梅雨从北部的封面从北部渐渐下来，我们半夜都是雷雨交加的时刻，早上也在下雨，并不是每个人行动都那么样的方便。我们也为那些没有在我们中间的一起祷告。OK。好，那我们现在呢，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生活的指引。因着耶稣的接近，因着耶稣光明，因着耶稣共享复活的生命，共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遇见，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请我们起立，跟我们弟兄姐妹拱手问安。
请大家渐渐的回座。我们这个时间应该再增加2-3倍长啊。好，那我们现在要来我们教会的消息报告啊，我们大家可以看着投影片，也可以看着我们的周报。OK， 好，那我们刚刚看起来好像我们今天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或者是你已经一阵子没有来了，这个时候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依然的欢迎你。好。哦，对，金芬姐呀，我们欢迎她。她一年一度的回到我们中间来，我们感谢她，我们欢迎她。OK， 好，那第二点呢，本主日呢，我们感谢陈启峰牧师呢到台语堂分享信息，并为陈牧师的家人来关心祷告。本周日同样是母亲节的感恩礼拜，我们邀请弟兄姐妹家中的母亲长辈一起来参加。教会将致赠每位母亲一份礼物 ，OK。刚刚呢，我们已经有小花送给大家了 ，OK。好，我们祝福呢每位母亲在佳节愉快，得到家人的祝福跟尊荣 ，OK。那么今天因为是母亲节，所以我们的晨主呢停课一次，我们诗班练习也停课一次啊。最主要是要让各位弟兄姐妹能够赶快回家，好好的跟家人相聚，跟你的母亲相聚，跟你的太太跟你的小孩子一起的相聚 ，OK。下个礼拜呢，是我们卫斯理的交换讲台。本堂台语堂将有林志坚牧师传讲讯息，华语堂将有冯甲，卫理堂的汤祖和牧师前来分享。而我们的牧师陈伟牧师将到三峡卫理堂传递讯息。我们到时候也为了他们四处奔波来祷告求主平安照顾他们。第5点呢，本堂已经遴选一位传道潘辉珍传道不晓得他有没有在我们中间？下礼拜。下礼拜来 ，OK， 他要来协助我们教会的事工将于对，他这上面有写 ，OK， 下个礼拜要到我们本堂报道，我们请我们为了他的家庭服侍来祷告，愿他能够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牧师很坚强的助手，成为我们大家很重要的帮助。5月25号他才会我们将会正式补发传道的聘书，欢迎弟兄姐妹一起来观礼 ，OK。然后遇见呢这个潘传道的时候，因为他不认识我们请我们主动告知他的姓名方便他来认识我们大家。第6点，总会将于5月16号到17号召开年议会的第2次会议其中将要包括会督还有各牧职的案例礼拜请弟兄姐妹呢为着我们总会新任的会督来祷告，并为各牧职案例的感恩。OK， 那5月15号教会查经祷告会呢将会并于5月14号前一天礼拜3在高雄卫理堂晚上7点半年议会会前祷告会请弟兄姐妹呢能够一起来参加。第7呢，端午节连假5月31号，我们的5月最后一个礼拜，办公室要休假1天，当天各样的活动呢全部都暂停请弟兄姐妹，假设有什么紧急的事情要联络的时候，请直接拨打我们陈牧师的手机。再来，我们教会第60周年的堂庆呢，将要邀请老朋友回家。我们教会已经60周年了，欢迎弟兄姐妹呢传递60周年堂庆的讯息呢。我们将会邀请将会发布这个纸本邀请卡，还有电子档请我们呢尽量传给我们认识的人或许他在您的群组上面欢迎他们呢能够回到我们这当中来，跟我们一起欢庆。OK。好，那再来呢？我们高雄呢，2025敬拜音乐研习营呢，要在6月7号，下个月6月7号，礼拜6早上10点到下午的3点，要在高雄卫理堂呢举行我们请呢对圣乐有兴趣的朋友来参加报名因为现在呢我们正敬拜赞美的方式多元化我们要来了解我们应当要怎么样的敬拜赞美神。让我们更加能够同感 ，OK， 让我们的敬拜呢成为更加有力的一个服事 ，OK， 这次的研习会是免费报名，主办单位将提供恩典的午餐便当，还有讲义的课程请珍惜报名的名额让我们大家呢报名的人都能够准时的去报到。
总会青年事工2025MYF 将要开始。OK， 它的今年的主题是集合了粉书见面会。OK，7月3号到5号在东势的林场，报名的资格呢是升上小6一直到了30岁以下的社青，全部都可以报名。报名的费用是3500块钱，6月2号截止。那我们教会呢有相关的补助办法呢，请洽办公室或者是德强执事，可以询问他。OK， 好，那再来呢，教会复兴守望祷告，邀请弟兄姐妹实体参加每周4晚上的祷告会，为教会的各样事工来关心。那最后呢，就是我们呢天气渐渐的热起来了，但是这个天气也在变化之中请我们大家能够留心我们个人的身体让我们的病毒呢能够尽量的不要在我们当中传递让我们每个人都维持健康的祷告。还有我们的国中会考呢，也要在5月17号到18号正式进行，为了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小孩子一起来祷告。OK， 然后最后呢，我们有一些这个身体不适的代祷呢，有在周报上面记录请我们大家呢一起来看，一起来为着他们祷告。待会儿碰到也可以好好的慰问他们。然后另外我们5月份的执事会议的记录，4月份的收支表已经贴在我们后面的布告栏上面有关心的弟兄姐妹呢，请到后面直接去看来看看所有的东西。OK， 怎么样？牧师有什么要报告吗？好，谢谢。弟兄姐妹，牧师这边有几件事情简单的跟大家做一些说明那我们刚刚有给大家我们当中的妈妈们有这个小花那就说那个小小的花可以怎么处理？那早上我们有这个台语堂有一个姐妹很聪明她用双面胶，然后贴在那个衣服上面就可以当做，或者是回家自己做了用那个针把它可以插在这个身上做一朵这个花，那可以增加你的一个漂亮那我也很感谢上帝了因为去年我的母亲也刚离开，所以原本今年我应该要带白花，但是感谢上帝让我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有不一样的表现了所以感谢上帝可以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好，那也请弟兄姐妹要为我们的总会来祷告。我们在这个16、17号年议会之后，我们的新任的会督就上任了那请为我们的新任的会督来线上祷告，那期待我们的卫理公会能够更加的进步跟成长。好，那各位手上你的这个周报里面一定有一张或者是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在楼下的招待桌上有纸本的这个我们的60周年的邀请卡那请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新朋友要介绍，或是要邀请，或者是有老朋友要介绍要邀请的话，那欢迎各位可以去用这个纸本来做邀请跟这样的一个介绍。那昨天启丰牧师的父亲这个安息礼拜，那我们过去的几位牧者也有来参与像我们的庄碧如牧师，那我也特别有邀请他能够来参加我们的60周年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也跟我们的老朋友如果你认识有哪些老朋友他们曾经在我们的荣光堂聚会也邀请他们可以回到娘家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时刻。那楼下另外有准备2份的祷告文一本是那个叫做这个母亲的祷告小时光那个是给妈妈们的，就是妈妈们可以透过这个祷文来祷告。那另外有一本是为家庭的长辈来祷告，那请我们当中的年轻人、孩子们，或者是家里还有长辈的弟兄姐妹也可以来索取，然后让我们常常为我们的长辈、为我们的爸爸妈妈来关心祷告以上，谢谢。OK， 好，那我们谢谢牧师的补充报告我们今天的聚会呢，原则上就快要结束，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唱3一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
们请我们的牧师为我们大家祝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每个家庭有母亲能够来照顾，让我们为我们当中的母亲们来献上感谢跟感恩，也为他们来祷告，愿一切的尊贵荣耀颂赞也在他们的身上，透过耶稣基督能够来祝福他们蒙恩。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那我们在殿乐当中我们为了肢体彼此来祷告，也再次的祝福所有的妈妈，还有祝福未来要当妈妈，还有祝福有小孩子的能够在今天好好的享受今天的节日。我们一起默祷。